看到這中東戰爭也影響到市面上，目前當咧欠塑膠粒啊。美食賣場 Costco 已經列出規定咯，包含保鮮地、糞掃地、保鮮膜等10多項的商品，對3月1日開始，一張會員卡限定買一組。那其他的大賣場目前是無相關的規劃。賣場架啊，物件擺甲真整齊，毋過詳細一看，除了介紹標示以外，邊個增加告示，清楚寫這貨品，每一個卡限買一組，因為目前塑膠製品已經正做搶市貨。實際走訪賣場，部分民眾的購物車除了衛生紙之外，還多出了一箱塑膠袋。中東情勢影響，市場出現缺貨的狀況，美式賣場搶先祭出限購，包含保鮮袋啊、糞掃袋啊、保鮮膜等10多種。賣場正值廠商工會正常，毋過為確保會員攏能順利買到商品，為頂禮拜5開始就採取限買措施。可能會影響了，但是我覺得也是小事啦。其他石油啊，什麼是那日常用品更糟糕。我不需要了，就沒有去拿。我想這都是大家的起哄啊。其他包含家樂福表示，目前有備庫存，暫時無限買未起價。全聯大全聯體系表示，目前整體用會正常，無限買相關規劃。愛買表示無搶買條，貨量甲價數攏維持穩定。另外兩大生活五金百貨、小百貨甲政府五金攏表示，未限買價數部分，會看市場甲電管強行狀況來做調整。現階段還是會以穩定供貨為優先，透過商品的調度跟庫存管理，維持門市的正常銷售。他希望消費者知道，你的購買數量就只有這麼多，而一般商用的呢，可能就會直接避開了這個賣場為主，而常態性的消費需求呢，則比較容易獲得滿足。除了賣場想辦法避免掃貨，國檢署要求全國各地檢署同步啟動集結民生犯罪聯繫平台，檢查嚴辦不法囤貨及起價行為，維護市場秩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